拜拜的应菜汤。拜拜拢是大鱼大肉真青草，是安怎着拜应菜汤？应菜分几种？安怎种？咱做伙来看应菜的故事。应菜生伫东南亚，甲真济菜色相共，伫南岛彝族交流的年代，就已经来到台湾。1685年编的《台湾府志》都有记载应菜。应菜真后生，全世界只要是热带地区，差不多拢看会到野生的应菜。台语叫做应菜，华语讲空心菜、空心菜，这拢有伊的来源。应菜安怎号做应菜？有人讲应这字甲翁仔有关系。台语应的漳州音是应，泉州音是翁，甲翁仔的音相共。应菜甲翁仔有啥物关系？有人要是运送的时阵是装伫翁仔，也有人讲应菜应过是种伫翁仔内。华语讲空心菜，就是咧形容这款菜中是空的。应菜骨甲叶仔真相共，一节一节中拢是空的。应菜是半水生的食物，种伫水里的时，茎会较歹喘气。空心的骨会使抵空气，应菜就亲像爱一颗送寿桶伫水里生活。种伫园林的应菜，伊空心的骨会伫土骹白，佫会发根，互应菜生炭。咱时常食到应菜，毋过真少人看过应菜花。应菜甲牵牛花、甲番薯拢属旋花科，开的花也相共。应菜会冻热。适应力真好，嘛较袂生虫，规年通天拢会当种。所以风台了，菜市仔上紧看到的菜，就是应菜。应菜有分种伫园林土底的应菜，甲种伫水里的水应菜。嘛有按照外表分做大叶甲细叶的，青骨甲白骨的。通常种伫园林的叶仔较细，骨仔较幼，色较深。种伫水里呢，大叶骨个大颗较白。中华森林家己屏东的应菜种园林较济，家己铺子有一个所在叫做应菜埔，因过应该种真济应菜。水应菜是南投林间乡的特产，因是用冷的泉水来种，规年拢有通收成。宜兰大溪的应菜是用温泉水种，温泉水烧的要安怎种菜？因是等1到2月天气较冷的时就去种，头一批是30至40天就会满直，满了佫下肥就会发新叶，幸好过20外天就会使收。安尼来回真济摆，一冬会使收10摆以上。是安怎普渡着拜应菜汤？拜好兄弟的应菜汤无共款，无南北项，无下盐，佮免煮甲熟。有的所在的应菜拢无切，规丛等入去汤内底。拜应菜汤的理由真济，拢真趣味。应菜变做有无相共的功能，一种是甲应菜当作是一款器具，应菜规丛长长佮润。应菜汤的应菜是好兄弟甲普渡的祭品炸走的时，摕来绑物件的锁仔。也有人讲孤魂野鬼的身躯无完整，若欠头毛，应菜会使做头毛；无肠仔通消化，应菜会使代替。怀着应菜会当变做身体的一部分，互好兄弟有完整的身躯。另外一种是按照应菜的性质来讲，按照中医的讲法，应菜是冷的，会退火。人若往生变成鬼，是食啥拢感觉若火的烧，吞袂落去，无法度食。拜应菜汤的目的，就是互阴性退火，才去食别项祭品。也有一种讲法是甲应菜所代表的意思有关。应菜作粗俗，较无人爱。鬼会抢食，有法度的鬼魂会去抢较好食的祭品。应菜汤是要互较弱势、抢无物件的鬼嘛有通好食。
也有一种讲法，就是应菜是空心无心的意思，代表拜拜的民众有诚无心，有诚意来准备普渡，无心要留遮的孤魂野鬼，请好兄弟食饱爱离开。做鬼嘛像无应菜汤，是笑一个人骹手慢顿，含应菜汤就像无。应菜也有啥物俗语？食无三把应菜，就想要上西天。西天是佛教的极乐世界，只有修行的人才有才调去。这句俗语咧笑道行也未到，毋知家己几娘重，无老实的人想要爬上天。